嘿，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养老公寓的暴雷，聊一聊针对老年养老的骗局。今天澎湃新闻它有一篇报道叫夕阳红公寓暴雷，一场疯狂的庞氏骗局走向崩塌。它这文章主要讲的是衡阳市燕峰区岳平镇文昌村的夕阳红公寓，就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的夕阳红公寓居然也搞庞氏骗局最终都是几十亿的资金这个澎湃新闻报道他说11月5号这个记者到这个夕阳红公寓去探访，一片沉寂说这个灌木很久没人修剪，枯叶落满了空旷的人行道，停车坪里仅有几辆车还是锈迹斑斑，如果不是还有门卫在门口溜达晃荡，那外人到这儿还以为这是一个荒地就是被人遗弃了，没人居住。但是2年前，也就是这个夕阳红公寓爆雷之前，那可不是这样子，他曾经也辉煌过，曾经车水马龙在爆雷的2年前，这个夕阳红公寓的负责人全军和她老公叫李兴辉夫妻俩账户资金已经不足50万元，而他们需要兑付的资金已达10亿元之巨，这50万连个利息的零头都不够，资金链危在旦夕，对吧？马上就要资金链断裂了。但是夕阳红公寓表面上依然无光鲜，到访考察取经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这是2年前他爆雷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爆雷，爆雷前夜还是来访的人来投资的人还络绎不绝。那前几天爆雷2年以后记者再去看，已经是荒草丛生杂草丛生，一片败落的景象。5年前曾是江南地区最大民办养老机构的衡阳夕阳红公寓因非法集资爆雷，涉案金额28亿余元，32人因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成为湖南打击养老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案发后，当地启动问责，多名干部被处理，时任衡阳市燕峰区民政局局长、副局长、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扶持股股长等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一审中，夕阳红公寓非法集资后期任燕峰区民政局局长的卢雅琴等3人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5年至7年不等期。但是最近这个澎湃新闻获悉，2审法院以该案部分事实不清，可能影响到罪名的认定，发回重审。你说又出了什么猫腻背后的神仙没闲着，还在运作多名专家指出说近年来养老领域非法集资案频发，但追究民政相关负责人渎职责任的情况并不多。专家们建议，防范非法集资的关键，除了要打早打小，越早损失越小，还需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金融办、公安机关等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来打击。这个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说，夕阳红公寓成立开始就用高息诱惑老年人投资，燕峰区民政很快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定性，发通知或做情况汇报。后续衡阳市燕峰区2级金融办都监测到夕阳红公寓非法集资，区政府知晓相关情况，但未能阻止犯罪继续，这个就说不过去了。主管部门已经发现了，而且报告居然说未能阻止犯罪继续，那就是不作为，甚至叫沆瀣一气，为这些集资诈骗在保驾护航。怎么还有阻止不了的事呢？10多年里，夕阳红公寓一度成为当地明星养老企业，且持续获取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最终非法集资的庞氏骗局走向崩塌。这个夕阳红公寓是由衡阳本地人李兴辉在这个岳平镇文昌村创办的民办企业单位，实际上它就是咱们现在很多农村都有的叫养老院，只不过这个李兴辉搞的这个叫岳平敬老院，听着名字更像是公办养老院。2004年5月20日，夕阳红公寓衡阳市发改委批复；2005年11月10号，岳峰区民政局局长办公会批复同意新建。2006年1月7日，经燕峰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复登记。你看看手续都是齐全的。夕阳红公寓一期获得35亩划拨土地，2006年3月破土动工，1年后建成住房16栋，养老
床位960张，可容纳1000名老人入住。此后2期该公寓又取得部分划拨土地，共使用文昌村王家族63亩划拨土地。这个时任燕峰区民政局局长周连生告诉澎湃新闻，夕阳红公寓系当地区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由区里划拨土地建设，手续齐全。当时县里的养老事业刚起步，民间资本办养老在内地还比较少，所以夕阳红模式还是衡阳市一个典型。开业时省民政厅还有领导过来，你看看啊，这种诈骗一开始就由官方为他保驾护航，所以啊，这个夕阳红公寓就成为衡阳市养老行业的明星企业。由于这个夕阳红公寓啊，在它的宣传材料里面说它是湘南地区最大的民营养老机构，由于较好的住宿条件和环境，许多衡阳市内党政机关退休干部或公务员家属也选择入住或投资夕阳红公寓。一位投资了夕阳红公寓退休前当过警察的老人说啊，夕阳红是当地养老的金字招牌，很多领导都要来夕阳红调研，就不停的有领导来给他加持啊，一层一层的面纱给他盖上去，你说谁还能看得清真相？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多位衡阳市领导、湖南省民政厅官员曾到夕阳红公寓调研。2018年9月，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在湖南省民政局领导下陪同下到夕阳红公寓做调研。你看，民政部居然有领导去夕阳红公寓调研，这不够他吹的。就是夕阳红公寓爆雷前半年，2019年的6月，衡阳市人民政府发给民政部、财政部的关于将我市列入全国第4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的函。在这个函中啊，夕阳红公寓旗下的孝德天下集团作为旅居度假候鸟式养老服务项目典型，你看看，还把这个包装成典型向国家推荐。在后来衡阳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夕阳红公寓自始至终只是李兴辉用来非法集资的名头。判决书称啊，自2005年11月起，李兴辉聘请曾德士进行公众集资策划营销，引诱老人办卡预定入住养老公寓，入住的老人根据预交房费或入住保证金的多少，享受不同折扣的住宿优惠，不入住的老人则获得8%到14%的年利率作为投资回报。2019年11月，夕阳红公寓无法兑付本息爆雷，据公安机关统计的报案人数7896名老人共缴纳入住保证金9.67亿余元，已支付利息1.35亿余元，经计算损失金额8.3亿余元。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骗局，难道地方政府真的不知道吗？不是的，这地方政府啊早就发现了，所以为什么搞到2019年才爆雷才抓？所以这个就跟地方政府的治理有关系。夕阳红公寓开业伊始就吸收社会资金，早在2007年就引起了当地官方注意。档案资料显示说2007年9月17日，燕峰区民政局向乐平敬老院，也就是那个夕阳红啊老年公寓发了一份关于立即停止向社会融资行为的通知，这个还有文号的啊，叫燕明字200724号，也就是民政局发现了他这个违法行为，然后给他发文让他立即停止向社会融资。该通知称啊，经调查，自去年5月以来，你院聘请大量业务人员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以发铂金卡、贵宾卡、爱心卡3卡优惠，采取入住预定的形式向社会融资，且募集资金数额较大，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经局务会研究，形成下列决议：一、撤销夕阳红公寓筹备处；二、撤销夕阳红公寓营销部；三、立即停止公寓以预定入住为名而进行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集资行为，责成公寓只能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收取入住服务费用及押金。你想啊，他是2005年去申请的，2006年相关部门批准，对吧？后面土地划拨，2007年恐怕是刚破土动工啊，才开始盖，他就开始吸引这个社会公众资金了。当地政府不是不作为啊，人家也知道了，马上发文纠正。然而啊，夕阳红公寓吸资模式没有因为上述通知而停止。2年以后啊，就是2009年3月20号，燕峰区民政局在一份夕阳红涉嫌非法集资情况汇报中，进一步介绍夕阳红公寓向老年人办卡融资的情况，数额巨大，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引起省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据统计
统计，该项目一期融资总金额3043万元，计532户，2期预定款2570万元。最后，区民政局指出，其将上述情况向市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报后，后者向省办通报了情况，并提出西安红老年公寓融资一事已定性为涉嫌非法集资，并已提出整改建议，希望我区加大整改力度，落实具体措施。就这样啊，后续西安红非法集资的苗头并没有遏制。周连生回应该新闻称，非法融资不属民政管，我们主要管公寓内老人的安全，做好服务，我们没有打击非法集资的执法权。那个时候啊，各地应该叫有银监局，打击非法集资是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啊，就是人民银行在各地的支行，支行下面有这个专门的办公室，然后各地还有金融办，也是负责这个打击非法集资的。过去叫银监局，现在叫金管局，也有分支机构。所以这么的机构居然就坐视这种西安红非法集资。这个雁峰区民政局作出上述汇报2年之后，西安红公寓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但非法集资的定性反而变得模糊。2011年4月21日，衡阳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打非办向雁峰区政府发送了关于核查西安红公寓有关问题的函。近期，西安红公寓已全面启动2期工程名义，组织青年男女在市内主要街道进行宣传，发放邀请函。打非办认为该公寓有可能向社会公众集资。2011年5月16日，雁峰区民政局核查后称，从目前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看，公寓确有一种以资金投入4万、6万、8万，哪年息具体措施没有确定证据，建议区政府领导成立调查小组，对西安红公寓财务介入，以便了解事实真相，掌握动态，防患于未然。你看看，就是大家都在踢皮球，都说我发现了问题，你该处理。民政局说我发现了问题，涉嫌非法集资，由金融办对吧，打非办处理。这打非办说我也发现了问题，由你们民政局处理。然后民政局就说了，请区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2011年8月23日，雁峰区政府向衡阳市打非办汇报称，区长批示后，由区民政局牵头，区财政、审计、监察全面参与，基本摸清了情况。西安红公寓账面资金1.1亿元，来源主要为投资人李兴辉2550万元，预定房费7112万余元，约1510人，各应付款1334万余元。汇报还称西安红公寓与社会特定对象自愿入住公寓人群签订入住合同，未发现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文字及行为事实，所收款项基本用于西安红公寓的2期工程建设，未发现用于发放贷款、金融租赁、外汇买卖、证券期货等非法盈利活动行为。至今区民政局也未收到任何投诉，更无确切依据证实，因此无法鉴定其有集资嫌疑。你看看这个2011年这个区民政局牵头的这个调查组居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区民政局这个领导有问题，这个调查组组长有问题，副组长也有问题，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但在2011年10月17日，雁峰区民政局向西安红公寓下发了一份收取订房费的监管意见中，则明确指出了其庞氏骗局的隐忧。监管意见称，对于到期未入住卡人群，一旦要求退款，贵公寓只能采取收新还旧的方式退还预订房费，无新则不能还旧，风险随时可能爆发，因此责令贵公寓立即停止以入住预订办卡优惠为内容的社会宣传行为，停止隐瞒潜在风险，诱导社会公众参与集资行为。你看这个民政局就像个神经病一样的，他事后他又给这个西安红公寓发了一个涉嫌非法集资的可能，容易爆雷。那专案组的时候为什么又没有发现呢？说那些钱都是要住西安红的人自己交的房费，提前交房费。2012年6月，一起由湖南都市频道报道的衡阳西安红老年公寓住1月老人全身长疮危及生命事件，再次将西安红的非法集资问题推到台面。从2007年认为他有非法集资的嫌疑，到2012年已经5年过去了，都还没有定性，任由其发展，对吧？相关部门还成立专案组，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种低效的管理2012年8月2日，衡阳市打非办给雁峰区打非办发送了西安红老年公寓风险提示，并提到虐待老人事件严重影响了西安红公寓的社会形象，可能引发西安红公寓集资风险，应制定西安红公寓风险处置预案，做好应急准备，督促西安红
虹老年公寓制定入住定金退还总体方案，并督促落实。你看看打非办也发现了问题。澎湃新闻注意到2012年8月13日，雁峰区政府办公室制定一份夕阳红老年公寓风险处置预案，该预案疑似抄袭外地方案，文件中还有向巴中市政府报告的字样，也就是他连抄别人的这个预案都不好好抄，里面好多地名，好多这个政府的名字都抄错了，你好歹改成自己的。这就像那个考试的时候抄袭别人，把卷子上名字都抄成别人的，你这不是天大笑话吗？关键是这个文件还盖了这个大红公章，然后下发到各个街道、乡镇、区直部门。2013年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出台，养老机构要求需要取得设立许可才可营业。2015年4月13日，经衡阳市民政局审查批准，夕阳红公寓获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那为什么这么多部门还有专案组，然后在这么长时间里面，对吧？6、7年里面，就为什么最后没有去查证实它是庞氏骗局、非法集资呢？最后一直拖了好几年，这个雷越滚越大。那这个负责人他到底是采取了什么措施规避这些检查？知情人士介绍他说在因预定房费问题频频被查之后这个阳红公寓的负责人李兴辉他偷换了一个概念，是吧？用入住保证金来掩盖其息资名目，缴纳相应保证金方可入住。保证金分入住、医疗、善后3部分。入住保证金用于交纳房费，医疗保证金是入住期间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治疗费用，善后保证金是老人去世后委托公寓方办理身后事的费用。3项保证金共计2万到20万元不等，各项保证金实行入住时交纳，退房时扣除实际消费金额，余额退还的方式进行结算。自2007年开始以来至今无一例因合同终止而不按合同履行退保证金的案例。你看他把这个预收的钱变成保证金，所以这个保证金之说成为后来夕阳红公寓应对金融、民政等部门非法集资质疑惯用说辞。案发以后在接受司法机关审讯时，李兴辉说他曾经向营监部门和民政部门报告以收取入住保证金的模式集资，未获批准同意。他认为民政部门默许他对外公开集资。2015年10月19号这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是 P2P 这个暴雷的高发期。实际上在2015年4月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后的1个月，2015年的5、6月间，夕阳红公寓已不能兑付保证金本息。据判决书显示2015年9月，李兴辉购买夕阳红公寓周边90多亩土地进行开发的想法没能实现，即古巴锦项目失败，对外投资也亏损。李兴辉意识到无法保证对之前积累的集资还本付息，但他自己的方式之一，继续向老人们隐瞒事实。从2016年开始，大幅度扩大集资规模，以偿还以前的集资款和利息，即借新还旧。澎湃新闻注意到，一审法院认定，从此时起，李兴辉吸资行为性质变成了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要继续下去，一定会走向集资诈骗。因为只要许诺给人高息，就会出现借新钱还旧钱，庞氏骗局迟早要崩盘。以吸引资金为目的的养老公寓，前期可能还会将资金投入养老主业，到后期更多用于挥霍、冒险性投资，花钱没有科学决策，导致集资款严重损失，最后融资越多，返利越多，亏空越多，雪球越滚越大。所以像这类机构后期资手段也会越来越疯狂，并血本无归。李兴辉认为他说夕阳红公寓每年的运营成本大约5、600万元，因为之前的资金使用成本高，每年集资过亿，就是为了借新还旧，以保证不会崩盘。2008年起，他陆续投资成立中丰投资置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该公司向宏华房地产公司投了6000万元本金，投资了爱新觉乐7000万到8000万元。爱新觉乐的子公司包括珠江国酒公司，该公司购买了纯净水设备200万元来自入住保证金，投资同富共赢公司2000多万元，衡阳县磁泥矿
1000多万，上述投资无一盈利。也就是这个李兴辉啊，他前面募集的这个资金啊，恐怕用于这个房子建设、养老院的建设。这个养老院每年运营成本500-600万，但是啊，因为他集资那个利息很高，加上这个高额的利息，他一年的成本就很高，那他就得要兑付，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借新还旧，那就得借更多的钱。借更多的钱之后呢，他有富裕的资金啊，资金池，他就投资那些矿、房地产公司，还有一些什么 P2P， 这不同富共赢公司，那肯定是个 P2P 公司啊。这些钱啊，都是肉包子打水，有肉包子打狗啊，有去无回，没了这些钱到期你还得兑付啊，而且它利息非常高，所以他就崩盘在即。如果他投资的这2个多亿啊，如果能够产生收益，能覆盖利息，那他这个庞氏骗局借新还旧还能赚得下去。结果他这个投资是没有一个是盈利的，而且本金也回不来啊！这是李兴辉本人在这个庭审的时候啊自己招供的。那么面对马上就要崩盘这个夕阳红公寓要暴雷，那李兴辉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李兴辉想到了夕阳红公寓上市，让金融消费者帮他解决，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无法兑付集资款本息的问题，对吧？为了包装这个夕阳红公寓上市啊，所以他又成立了叫湖南孝德天下养老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根据这个判决书中显示啊，这个李兴辉首先运作夕阳红公寓到马来西亚上市，为了运作上市要花钱的，花成本。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要请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你要请券商帮你这个辅导包装，你还请这个律师事务所，是这个费用啊，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啊，这个李兴辉啊又花了3000万运作上市，但是在马来西亚上市失败，钱又打了水漂。然后啊，这个李兴辉又运作夕阳红公寓到美国上市，经过深圳前海亚洲时代公司考察，夕阳红公寓是民营盈利性的单位，所使用的土地为划拨土地，并不符合上市条件。李兴辉任要一试，因此成立了孝德天下集团公司，将夕阳红公寓纳入资产包。但此举又需要满足夕阳红公寓所使用的土地性质为可转让使用的商业用地，也就是夕阳红公寓那个土地是政府划拨的，因为你是搞养老，所以政府无偿把地给你，但是你这个地不能流通，你不能卖给别人，你也不能转让，它都不是你夕阳红公寓的资产。那你说你这个公司就是个壳啊，就是个皮包公司，连土地都没有，土地上的房子叫皮之不生，毛将敷衍呢。所以它虽然在美国 OTC 板块上市，但是没有流通价值，也就是不能公开发行股份，也就是只能向那些有钱人呢，特定对象给人家融点钱，人家看好你就给你投，你不能向公众去募集资金啊。结果就在这个运作夕阳红上市的过程中啊，这个李兴辉又以孝德天下将在美国上市为由，在深圳雇佣团队对外销售老年卡，也就是他在运作美国上市的同时还继续在外地开始集资。然后这个李兴辉与团队按照6:4比例分红，共集资约1000万。在衡阳，他向公司员工、亲朋好友以及对外通过销售所谓的孝德天下原始股的形式集资3000万，该笔资金基本投入到美国 OTC 上市准备中，也就是他又花了3000多万筹备美国的上市，钱花掉了，上市搞了一个不能公开发行股份，那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6000万没了。2017年6月，全军发现丈夫李兴辉账户和自己的账户资金已不足50万元，不够支付利息和本金。李兴辉的办法是，客户来退本金或领利息，就通过打白条来拖延。全军估计当时需要退还的资金约10亿元，资金链断裂危在旦夕。夕阳红公寓表面上却依然风光。公开资料显示作为明星养老企业，那几年到访夕阳红公寓考察取经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几任衡阳市委书记、市长分别于2015年11月、2016年4月、2017年12月到夕阳红公寓调研。2017年9月15日，时任衡阳市政协主席廖延秋率整市县3级政协委员一行到访夕阳红公寓。2017年12月20日，时任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衡阳市民政局局长、党委书记到访夕阳红公寓，就是有这么的官方加持，所以他这个集资也是如火如荼有了这么的光环，好集资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非法集资发案达到历年最高峰值，随后各地养老公寓暴雷频频，也就是夕阳红公寓它只是广中窥豹，可见一斑，它只是一个案例，全国各地夕
安红公寓站的多了去了，都在爆雷。湖南省公安厅通报，2018年湖南全省养老领域非法集资案45起，涉案金额35亿。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全省涉及养老领域非公有企业327家，其中有37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风险等级极高。2019年6月21日，向政府部门签下不参与非法集资承诺书时，李兴辉正在以打白条的方式应付众多受害人。此时距夕阳红公寓爆雷不到5个月，你说这是不是讽刺啊？人家非法集资的6、7年了，结果还让人家去签不参与非法集资承诺书，简直是贼喊捉贼啊，叫掩耳盗铃吧。2019年11月，因白条不能兑付，大量老人陆续聚集到市区政府反映情况。当年11月15日，衡阳市公安局燕峰区分局刑拘了李兴辉、全军、袁阳斌、周林4人，另有28人陆续被捕。衡阳养老领域的明星企业就此陨落。随后，燕峰区区委、区政府成立了1125专案处置小组。最后刑事判决书表明，2005年到2019年这14年里面，李兴辉伙同其妻全军等人以夕阳红公寓名义，通过召开推介会，在菜市场、超市、广场等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宣传等方式，以老年人群体为主要目标，用到夕阳红公寓养老投资为谎，并又以高利或高额回报吸引公众签订入住合同，收取入住保证金，从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人民币28亿余元。经司法鉴定，至鉴定时指李兴辉、全军等人非法集资，已造成夕阳红公寓无法退回的本金人民币8.75亿余元。2022年5月22号这个被告人李兴辉、全军、袁阳斌被判处无期徒刑。就在2020年11月，侦查接近尾声时，夕阳红非法集资案冻结扣押的涉案资产2亿元，夕阳红公寓的资产评估1.84亿元。目前追赃完损和信访维稳仍在有序进行，一共是3.8亿的资产，对应的是8.76亿的负债。然后这个资产大家知道吧，评估是值3.8亿，等到你处置变现金的时候，对吧，你这除以2，能有2个亿就不错了，烧高香，对吧？也就是最好的情况下，清偿率也只有10%几，不到20%。2024年11月7号，一位80多岁的老人告诉澎湃新闻，他用10几年前退休金投资了夕阳红公寓，原来想着80岁时可以去住，现在他的3个子女家里轮流住。案发后，他一共收到了2笔退赔款，第一笔按10%清退比例退的，第二笔3.2%的清退，总计1000多元。你看看一共退了13%，跟咱们估的是差不多的，这后面恐怕还能挤一点出来。燕峰区民政局养老科吴科长告诉澎湃新闻，案发时夕阳红公寓里住着300名老人，目前剩100多人，为夕阳红公寓保障运转，财政继续补贴该公寓。当公寓不对外营业，人员只出不进。现在里面住的老人，有的因为投资房子卖了没地方去，有的家里没人照顾，确实困难比较大。目前政府计划等老人们安顿好后，寻求各方关注，看是否有机构来承接运营该养老公寓，或者有其他更增资增效的处置方式。这个澎湃新闻报道的给我感觉什么呢？你看看2005年有这个想法，开始申请走程序报批，对吧？2006年手续齐全，2007年就开始非法集资，然后民政部门就发现了，完了一直到2019年爆雷，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不禁要想这是哪儿出问题了？每个部门都发现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解决，到爆雷才解决，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然后各自推卸责任、踢皮球，然后这里面还有人在包装它，不停的颠倒黑白，在宣传它，然后呢，对吧？市里的、省里的，甚至民政部的领导还要去视察，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你把它当做典型，他又继续非法集资，一个雷就是这么养成的，然后爆了，都是不作为仅仅抓这个燕峰区的民政局有什么用呢？这个燕峰区的区长、区委书记难道都没责任吗？衡阳市那个是营监部门没有责任吗？发现风险也就是发个函，
就完了，都是你们的事。什么叫低效，对吧？纳税人的钱养了一群什么人？你看看啊，连美帝啊，这个资本主义啊，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人家现在都要抓政府效率。特朗普啊，刚宣布任命马斯克还是谁啊，成为这个新成立的什么政府效率部部长。马斯克扬言啊，要缩减政府开支1/3，好像是2万亿美元吧。咱们纳税人交的钱，你看看养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互相踢皮球，出了事开始推责任，就在眼皮子底下搞了10几年的非法集资。完了，各个部门还知道，对吧？互相提醒对方，你得注意，他在搞非法集资，但是就是没人去阻止。你说哪儿病了？这个难道仅仅是岳阳市燕峰区才有这情况吗？恐怕不是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啊，每一个雷后面，对吧，都有一个或者是一串神仙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